继续来看今年的2月，中国渔船并船有2个中国渔民死亡。咱双方原本是讲今日要伫咧金门继续来瞧，不过透早煞雄雄宣布，因为风台关系，搁要延期。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的影响，7月24日，五通客运码头下金航线全天停航。我们希望就此呢保持沟通，妥善解决相关的事宜。至于你谈到这个陆委会的这个相关的做法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，回到9·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，两岸对话交往才不存在障碍。中国国台办是强调会阁继续保持沟通，但陆委会是表示，因为风台关系，小三通停开，中国家属甲代表拢无法度来到金门，才延期。影详细日期，双方会阁再讨论。更拖台北市中山分局一个警察黄志控讲，涉嫌甲重要情报提起予不动产业者伪造文书，写假手尾字来诈骗，检方昨是发动搜索，移送法办。这诈骗集团是上准未少的长辈，拢是家己咧带，完成了后遗产却无人继承，就涉嫌用假伪造的方式办理移转登记，骗人的土地，专案是依照贪污甲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。